勞工聲音，勞工聲音，差你一票，差你一票，民主聲音，民主聲音，差你一票，差你一票。咁我哋仲有幾日咧，就係立法會選舉。咁我哋今日喺度，好多謝各位記者朋友咧，亦都嚟到在場。咁我哋亦都有一啲嘅信息咧，希望大家可以透過你哋同公眾去講。我係港島區工黨新黨名單何秀蘭。港島區咧就好多不同嘅黨派，包括我哋有好黨派在內都報金。我亦都好多謝大家傳媒朋友都好勇敢問我哋點解冇報金。但係何秀蘭係覺得喺選舉嘅過程裏邊，我哋咧係應該用過往嘅實際成績，用我哋一路處事嘅立場，用我哋未來嘅工作計劃去爭取市民嘅支持。工黨嘅議員一路喺議會裏邊擺事實講道理，我哋民主立場夠硬淨，民生我哋有實際嘅工作成績交到俾大家睇。李卓人爭最低工資爭咗10幾年，何秀蘭幫手去做基層兒童家庭上學，做幼稚園學券增加津助，仲有幫到市民手爭取到存款保障，每個市民都有50萬嘅保障。我哋將來嘅具體工作計劃就係要爭取全民退休保障。請大家幫我哋喺議會裏邊留翻個位，每一區留翻個位俾工黨，讓我哋實事實做，為基層講道理、擺事實嘅工黨，繼續留翻喺議會裏邊。我哋9月9號請市民幫我哋一把，幫我哋每一區都留翻工黨一個席位。我係阿詩，係一個學生，咁見到何秀蘭喺呢4年裏邊都幫咗唔同階層嘅人，都做咗好多唔同嘅實事，例如為工人爭取呢個標準工時啦，同一時間都為咗學生幫咗我哋唔同手，例如副學士嘅研究啊等等，為咗我哋